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看到乌影就开枪。在政治界上接发生看到乌影就开枪的代志。台湾和中国的假信息攻击了上界深，常常若有啥物款的信息，莫名阵营就出来舞弄大，都拢也三无内场咧，就要出来乱叫。伊嘛毋知影代志的头尾，伊也无咧测销这信息是正的还是假的。只要会当攻击执政者，伊就爽啊！上界可怜的，就是咱台湾人，都爱开迄long长时间，伫遐解说规半部。搁较互人惊的是，正的无人要信，假的听甲啪啪啪。这有影是悲哀。咱都爱甲即寡人点名做记号，知影即款的上爱黑白开枪，伊的话都毋通信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